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心类学的正文。那如果是中上版的话呢，请看第32页最后一段。那如果是中文版的呢，请看第69页的倒数第3行。那就讲到说呢，若是区分心所，即有6类：五片形及五定境，11善及六根本惑，20随眠及10意转，此即51心所。那就讲到说呢，一般我们在区分心所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分为6大类。那第六大类呢，第一个呢就是五片形，那第二个呢就是五定境，或者说有的人说呢是五别境。那第三个呢是11善，那第四个呢就是六根本惑，就是我们一般讲的6种根本烦恼。那第五个呢20种随眠，就是20种随烦恼。那最后一个呢第6个4意转，又翻成4不定的。第一个呢就讲述到说五片形，那五片形呢就提到说受想即语思，作意即处无，片随心王行，故名五片形。那就讲到说呢，五片形心所呢，就是第一个呢受心所，第二个呢想心所，第三个思心所，第四个作意心所，以及第五个呢处心所。那这5个心所呢，因为它是片随于所有心王的缘故，就是所有的心王呢旁边必定有这5个心所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五片形心所。那我们就先来看什么叫做受心所呢？那受心所呢，简单的讲呢，就是它呢，要么能够感受乐，要么能够感受苦，或者是呢，就是非苦非乐的这种舍呢，就是能够感受乐受、苦受，还有舍受的呢，这个称之为叫做受心所。那如果我们以性上来说的话呢，受心所它的定义呢，就是能够感受乐、苦、舍。能够由智力呢去感知乐苦舍的这个心所呢，称之为叫做受心所。在讲述到就是受心所的定义的时候呢，讲到说能够智力领纳乐苦舍随意的这个心所。那为什么讲到说智力领纳呢？因为我们讲到说，比如说以直品眼知来说的话，那有一个心王直品眼视，那直品眼视呢，它是心王的缘故，那它的周边呢必定有就是五片形心所。那这个受心所呢，讲到说能够智力领纳乐苦舍随意的心所呢，就只有受心所。因为除了受心所之外呢，这个直品眼视其他的这个五片形心所，像是想心所或是思心所呢，因为它是和这个直品眼视呢是相应的缘故，所以这个受心所呢，它是感受到乐的时候呢，那就是乐苦舍随意的这种感受的时候呢，其他的这种心所也会感受到这种乐苦舍随意的。那同样呢，直品眼视本身呢，也因为受心所感受到这个乐苦舍的感受呢，他也会感受到。但是呢，除了受心所呢，他是致力去领纳这个乐苦舍的感受之外呢，其余呢都是靠着受心所的力量呢去感受到，所以才会加上说致力领纳的原因是这样。所以在放受心所的性相的时候呢，没有只想说领纳乐苦舍随意的心所，加上智力的缘故呢，就是因为呢，除了受心所之外呢，和它相应的其他片形心所，或者说呢，和它相应的这个心王，像比如说直品眼视的话呢，他们同样呢也都能够领纳乐苦舍随意，但是呢，他们并不是智力领纳，他们是由他力领纳，他们的他力呢，就是靠的受心所领纳之后呢，他们能够同样的去做领纳的缘故，所以才要特别加上智力领纳。我们就会讲到说呢，接下来再讲述到说，那受心所呢，它是如何去领纳这些感受的呢？就是受心所它如何去领纳受呢？就是领纳的方式为何？那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到说根知呢，它是如何领纳境的呢？像是直品眼知，它是如何领纳平直的呢？那直品眼知，它领纳平直的方式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直接显现平直，或者说呢，直色眼知呢，它能够直接显现色的缘故呢，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直品眼知呢，它能够领纳平直或是领纳色。但是呢，受心所在领纳乐受或是苦受的时候呢，并不是眼知领纳平直的这种领纳方式，而是它本身呢，就是受心所它本身呢成为乐的这个体性，或者说它本身转换为苦的这种体性，就是能领纳和所领纳者两者呢是没有差别的，就是
受心所它本身成为乐的体性呢，就变成乐受；它本身成为苦的体性呢，就成为苦受。所以它是透过这种方式呢去领纳。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述到领纳的时候呢，会提到说三种领纳。那第一种呢，就像是直凭眼知呢，它领纳凭知的这种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能够领纳直凭眼知的这个自证，就是这个自证呢，它如何去领纳直凭眼知。那第三种就像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受心所呢，它如何去领纳苦乐。那直凭眼知领纳凭知，还有说像是直凭眼知的自证呢，在领纳直凭眼知的时候呢，那这两种领纳的方式呢，都是以显现的方式呢来做领纳，就是它显现凭知，或是直凭眼知的自证呢，它因为显现直凭眼知缘故呢，所以说它领纳了直凭眼知。那这种呢是以显现的方式呢来解释领纳。那第二种呢，领纳的方式就是这里所讲到的，就是受心所它在领纳苦乐的时候呢，就是它本身成为苦受，或是它本身成为苦受或是乐受，它本身转变为这个苦的体性或是乐的体性呢，以这种方式来做领纳。所以在讲领纳的时候呢，有一种解释方式就是讲到说，就是以显现的方式；那一种就是它的体性转变为这本身就是乐或苦的这种体性。那所以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就是表达痛苦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哦，我觉得很苦，我感受到苦，然后呢，我觉得很痛苦。那我们在讲述到说我感受到苦的时候，说我觉得很苦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身体这种苦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的受心所呢，它本身呢转换为苦的体性，所以由此呢，我们才感受到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呢，苦呢，并不是说好像外面一个什么东西突然产生之后呢，我才会苦，并不是的。我们会感受到苦呢，就是我的受心所呢，它本身转为苦的体性的时候呢，我自然就会感受到苦，而不是有一个外在的苦呢，跑来给我领纳，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到说，我感受到苦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哦，好像一个苦的境，有了这个苦的境之后呢，然后我的心再去领纳这个苦的境，所以由此而产生苦，并不是这种方式，而是本身呢，受心所它本身转为苦的体性呢，使我们感受到痛苦，所以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哦，我感受到苦的时候呢，好像就像我们眼睛看到瓶子一样。这两者呢是不一样的东西，有个苦在前面，或者像有个瓶子在那边，然后我的眼睛呢去看到瓶子，然后呢好像有一个苦的境在前面，然后呢我的心去感受这个境才感受到苦，并不是这种领纳方式，而是本身心的这个受心所呢，它本身转为苦的体性呢，我们才会领纳到这种痛苦。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受心所呢，它的分类。那受心所呢，它可以分为身受还有心受。然后我们在了解到身受分为身受和心受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所谓的身受呢，并不是说身体呢去感受到，由我们的身体呢去感受到这个苦乐或是舍受这种。因为如果说你透由身体去感受的话呢，那就变成说它会成为身知的一个支分，它就没有办法遍于就是所有的五根。所以我们在讲述到所谓的身受呢，就是它的真上缘呢是由具色跟所生的这种呢，称之为叫做身受，就是和根知相应的这种受心所呢，和根知相应的受心所呢，称之为是身受。同样呢，我们在讲心受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心呢又分为根知和意知，并不是这样去理解。就是这边所讲的心受呢，纯粹就讲是说和意知呢相应的这个受心所呢，称之为叫做心受。那和根知呢相应的这个受心所呢，称之为是身受。那总之，为什么分为身受跟心受呢？因为我们可以把就是了知呢，就是分为就是根知以及意知这两种。所以呢，和根知相应的心所就称之为是身受，和意知呢相应的受心所呢，就称之为是心受。为什么要这样做解释呢？因为无论说是在无着菩萨所到的极论也好，或者说呢，像是世亲菩萨所造的俱舍也好，就是这两个上下对法里面呢，他都没有特别提到呢和根知相应的受心所。
或者是呢和义肢相应的受心所，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文字上呢，完全没有这样去做表达。它所使用的名词呢，就是直接用身受和心受来表示。所以对于了解这一点呢，大家以后在看这些阅读印度的这些论点的时候呢，那看到身受跟心受呢，就能够了知到说，所谓的身受呢，就是和根枝呢相应的受心所，那心受呢，就是和义肢呢相应的受心所。那除了这里所说的就是两种分类之外呢，那受心所的另外一种分类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三种分类，有时是前面所讲受到呢，感受到乐的乐受，感受苦的苦受，以及呢感受不苦不乐的这种舍受。另外呢，就是也有就是将受心所呢分类为五的，就是在乐受里面呢又分为就是从文字上来翻的话呢，它就是分为乐，然后还有心乐这两种。那苦呢，也是分为苦呢，还有辛苦这两种。那同样第五个呢，就是舍受，所以它同样就是分为就是乐苦舍。不过呢，在乐里面呢，就是除了乐，还有多一个心乐。那苦呢，也是多加一个辛苦。然后最后面呢，就是也是舍受，它也是同样的呢，分为这五种。就是呢，分为呢，第一个呢，就是相应于根枝的这个乐心所、受心所，就是在这边呢，就是为什么要特别讲出这五种分类呢？因为五种分类还有一点复杂，就是很多人会把五种分类呢跟三种分类呢就是搞混，所以这边呢就特别解释一下五种分类。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呢，就是先从乐心所开始。那大家请就是先记一下乐心所。第一个呢，就是呃相应于根枝的乐受。大家先稍等一下哦，就是在讲到说相应于就是根枝的乐心，相应于根枝的这个乐受，还有呢就是三禅呢，在三禅相应于三禅呢，就是相应于义枝的乐受。那这两者随一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说分为五种乐受嘛？那现在呢，就是做一个比较清晰的区分，就是第一个呢，相应于就是根枝的乐受，第一个呢，相应于根枝的乐受，以及呢，在三禅呢，相应于义枝的乐受。这两者随一呢，都是属于刚刚所讲述到的五种乐受里面的乐受，就是这一定要特别讲述到说是五种分类里面的乐受。再讲一次哦，相应于根枝的乐受，以及呢相应于三禅的义枝的乐受呢，这两者随一呢，皆是五种分类里面的乐受，就是一定要加上五种分类。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说，有一种呢，就是相应于根枝的受嘛。那相应根枝里面的这个乐受，这是第一个相应于根枝的乐受，以及第二个呢，它是相应于三禅里面呢，就是三禅里面相应于义枝的乐受。那这两者随一呢，就是无论是相应于根枝的乐受，或是相应于三禅，就是我们讲初禅、二禅、三禅，相应于三禅义枝的这个乐受呢，这两者随一呢，都是属于刚刚所讲述的五种乐受里面、五种受里面的乐受。所以呢，再讲一次哦，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呢，就是相应于根枝的任何的这种乐受，只要是属于相应于根枝的乐受，任何一种相应于根枝的乐受，以及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三禅，就是讲到说我们在讲禅定的时候呢，分为色界禅以及无色界禅嘛。那色界有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除了相应于根枝乐受之外呢，那还有就是相应于第三禅天里面呢，就是三禅天里面相应于义枝的这个乐受呢，只要是这两种乐受随一呢，都是属于五种受里面的乐受。这五种受是哪五种？可以再讲一遍吗？乐，然后还有意乐，
苦还有异苦以及舍这五种呢，就是五种受。乐还有意，就是意心意的这个意就是心感到乐，意乐。苦还有异苦，那还有舍呢，这五种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五种分类。所以在了解了五种受以后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乐受，或者说乐受、意乐受、苦受、异苦受，还有舍受呢，了解了就是分为五种之后呢，那我们先讲述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乐受是什么呢？乐受所讲的呢，就是第一个相应于根知的这种乐受，就是任何相应于根知的乐受。还有呢，第二个就是三禅里面呢，相应于意知里面的所有的乐受呢，这两种随一呢，都是属于五种受里面的第一个乐受。就是这边有问到说前面的乐呢是否是生乐，那人们就说先不用着急，就是先听，就是不会加这个生乐啦，不过就是说大家先不用急，先把就是五种都听完之后呢，那还有问题的话那再来问。就是前面的乐呢，它就是我们就先讲到乐，然后呢以及意乐，就是意乐受、苦受，然后异苦受，还有舍受呢，这五种。那乐受呢，所谓的现在就是开始讲述到那什么是乐受呢？那乐受就是第一个相应于根知的所有的乐受都包含在里面，就是我们眼知、耳知、鼻知、舌知、身知，反正所有相应于根知的乐受呢，都涵括在里面，以及相应于三禅呢，它意知的这个乐受呢，只要是这两者随一呢，都是属于五种受里面的乐受。那第二个意乐受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讲完第一个乐受了嘛，那现在第二个解释意乐受。意乐受呢，就是指说二禅以下呢，所有二禅以下相应于意知的乐受呢，都是称之为是意受，就是意乐受。就是三禅没有包含在里面哦。那二禅天以下呢，就表示说二禅它所含摄的所有的相应于意知的乐受，还有初禅呢，它所有相应于意知的乐受，以及欲界天呢，以及欲界就是我们欲界呢，所有相应于意知的乐受呢，都是属于五种受里面的意乐受。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在二禅以下呢，凡是二禅以下所有相应于意的这种乐受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意乐受。所以呢，我们在放意乐受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二禅以下呢，所有相应于意知的乐受呢，都是属于意乐受。那这个也可以放成是意乐受的性相。那为什么要限定在二禅以下呢？因为三禅天以上，就是三禅、四禅以及无色界以上呢，他们已经断除了贪着意乐受的缘故，他们已经断除了这样子的贪着，就是会贪着意乐受。所以呢，在三禅天以上是没有意乐受的，但是它有乐受，所以才会说三禅天以上呢，就是相应于意的这种乐受呢，它是属于乐受，但不是意乐受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三禅天以上已经断除了意乐受，所以呢，三禅以上呢，相应于意的这种乐受呢，它是乐受，但并不是意乐受。最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在这里。为什么要以三禅天做分类的原因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呢，就讲述到我们已经讲完了乐受还有意乐受，那接下来讲述苦受。那苦受呢，就是相应于根知的这种苦受呢，就是这五种受里面的苦受，相应于根知的苦受呢，就是五种受里面的苦受。这里呢，就讲述到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区分，就是五种受里面的苦受。那它和我们前面所讲到呢，三种受里面的乐受、苦受还有舍受里面的苦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在讲述到三种分类的时候呢，它的苦受呢就是涵括了就是相应于根知的苦受以及相应于意知的苦受，都包含在三种分类里面的苦受里面。但是五种分类里面的苦受呢，只有讲到于相应于根知的苦受呢，是五种分类里面的苦受，所以这个是要区分清楚的。就是三种分类里面的苦受，还有五种分类里面的苦受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异苦呢，就是相应于意根的苦受呢，就是五种分类里面的苦受。
益苦受，益苦受，等一下，抱歉讲错，苦受呢是相应于根枝的苦受呢，是这里所讲说的苦受。那益苦受呢，就是相应于益枝的苦受呢，称之为是益苦受。那所以呢，这边为什么会特别讲到益苦受呢？因为益苦受呢，只有就是我们在讲五种分类的时候呢，才会用到益苦受这个词。因为在三种分类里面呢，它直接就是含受在苦受里面。所以在五种分类里面的苦受呢，指的是相应于根枝的苦受。那益苦受呢，就讲到说是相应于益枝的苦受呢，称之为是益苦受。那这个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印度的这些论点里面，它并没有特别讲到说相应于益枝的乐受，或是相应于根枝的受，以及相应于益枝的受。它主要呢就是用身受以及心受两种呢去代表。最后一个舍受呢，那舍受就如同就是三种分类里面的舍受一样的，凡是非苦非乐的呢，就称之为是舍受。那为什么说这边要特别讲述就是五种受呢？就是因为这五种受呢，在现观里面呢会提到。那同样呢，我们现在在学心类学的时候呢，讲述受的时候也会带到。那乃至于说最后在学俱舍论的时候呢，他也会提到说这五种受。所以这边呢，就稍微帮大家理清一下，就是在这边五种受呢，跟三种受里面的乐受苦受呢，是有一些区别的。那这边就问，就是想请问仁波切，那根枝在什么时候呢会感受到就是乐苦？因为根枝没有判断的能力，它如何去感受乐苦呢？那这边仁波切就回答到说，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呢，比如说我们的眼睛，那看到一些乐意境的时候呢，那看到乐意境，然后你看到这个乐意境升起贪心的时候呢，和贪心呢并具的这个意志呢，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了乐受，因为你有升起这个乐受，你才会产生贪嘛。所以呢，就是我们讲说，当我们在看乐意境的时候呢，然后你看到非常好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升起贪嘛。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知，我们就是相应于眼知的这个受心所呢，它感受到乐的缘故呢，才产生贪。那这个是属于根知所引起的这一种乐受。那等到我们看完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眼睛看完以后，那接下来我们用想的，然后会觉得说，哦，我刚看到这个东西啊，非常好啊，然后我非常喜欢，由此而升起贪心的时候呢，那这种就是由意知呢，这就是属于相应于意知的乐受。这边就是要请问仁波切，就是三禅天呢，相于意知的乐受呢，那它是所谓的乐受，但并不是意乐受，该如何的理解？那仁波切说，因为这个呢，就是在世亲菩萨他在俱舍论里面本身就是讲到说，三禅里面呢是有乐受，但是没有意乐受。三禅里面的这个乐受呢，它是属于五种受里面的乐受。为什么不是意乐受呢？因为就是三禅它的特点就是它已经断除了对于意乐受的这种贪着的缘故，所以就说断除了现行上呢，就是断除了意乐受这种贪着。那既然断除了意乐受的贪着呢，它就没有所谓的意乐受，但是它还是有乐受，所以经典里面就只是这样去做解释而已。所以我们就说，就是按照经典所说的，它是就只能这样去做理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乐受呢会引生贪，苦受会引生嗔，但是舍受如何引生痴呢？那苦受会引生痴，舍受会引生痴呢？最主要舍受呢，它就是因为说我们无明呢不了解的缘故，所以才引生痴的。那就讲到说，乐受，因为当我们升起乐受或是苦受的时候，我们内心会很有感觉，你就知道说，哦，我现在对于这个境呢，就是因为我贪爱的缘故，我喜欢的缘故，所以而生贪。然后因为有这种苦乐的感受的时候呢，你知道说你为什么会贪，为什么会嗔呢？你知道说原因为何？那舍受升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处于无明的那种状态之下，就什么都不了解之后呢，所以你完全没有感觉嘛，然后就因此呢会产生愚痴。那咱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在讲说学习的时候呢，那有的人是说，哦，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因为学习以后呢，我们的知识学问会增长，那这样子呢，我们才会进步。那有的人呢，他会是说，哦，我们不应该去学习，
我们不应该学习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呢，学习呢，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以后呢，那人可能会变坏，那因此呢，可能变得更糟糕，所以呢，不应该去学习。那这个是要学习以及不学习的理由。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也不学习，然后就是浑浑噩噩这样过日子，他就是处于一种无明的这种状态。那处于无明这种状态呢，就是属于痴了嘛。就是当我们升起乐受的时候呢，我们会去，那人们就讲说，就像我们睡觉一样，就浑浑噩噩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人们接着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当我们呢就是升起乐受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安乐嘛，升起乐受的时候，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呢去希求这种快乐。那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办法呢去远离这种痛苦，所以你会升起这种离苦跟得乐的心。那你有了离苦得乐心的时候呢，你自然就想要说，那我要离苦得乐，我就要好好的去修学佛法，它能够策力你呢，就是去学习佛法。但是呢，如果没有苦没有乐的时候呢，你对法的这种需求你就升不起来，因为没有一个能够吸引你的欲心。那同样呢，你有没有一个想要远离的这种心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对法就升不起需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再复习一遍，就是五种受，就是五种受呢，对我们以后学习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就是五种受里面呢，我们第一个讲到乐受。那五种受里面的乐受呢，它包含了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它是相应于根知的乐受。那以及第二个呢，就是在三禅天里面呢，相应于意知的乐受呢，这两者呢是属于五种受里面的乐受。第二个呢，意乐受，意乐受讲的呢，就是在二禅以下呢，就是包含二禅，二禅以下呢，相应于意知的这种乐受呢，称之为是意乐受。那第三个苦受呢，就是相应于根知的苦受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五种受里面的苦受。第四个呢，就是意苦受，意苦受呢，就是相应于意知的苦受呢，就是五种受里面的意苦受。所以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舍受，就是刚才所讲述的非苦不苦不乐的这种受呢，就是所谓的舍受。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呢，就是在三禅天的时候呢，它是有乐受，但是呢，它是没有意乐受的。就是这一点呢，大家要区分清楚。在三禅天的时候呢，它是有所谓的乐受，但是它没有意乐受。那在四禅天以上呢，就是它只有舍受，它没有乐受以及苦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四禅以上呢，就是包括四禅天，然后空无边，就是还有无色界的四天，就是空无边数天、四无边数天、无所有天，还有有顶天呢，就是从四禅以上呢，它都是没有苦乐，它唯有舍受而已。那所以关于就是受心所呢，我们最主要就是要了解到说五种受呢，以及三种受里面的差别，就是五种受里面所讲的乐、意乐受、苦、意苦受，还有舍受，以及三种受里面的乐受、苦受还有舍受呢，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呢，是在讲述受心所的重点。那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受心所的时候呢，就是了解到就是三种乐受以及五种乐受，三种受以及五种受呢，和彼此之间的差别，以及要了解到说呢，受呢，它在感受就是苦乐的时候呢，它在领纳苦乐的时候呢，它领纳的方式跟我们眼知呢领纳平知呢，就是显现的方式去领纳是不一样的，而是它本身的体性呢，转为乐苦的这种体性呢去做感受。那这个是属于属于受心所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想心所。那什么是想心所呢？想心所就是对于自境呢，能够以自力去持持呢，称之为叫做想心所，就是对于自境以自力去持持。就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说这是长的或是短的，这种呢就是属于想心所的这个作用，它能够去区别，能够去区别境的这种差别呢，是属于想心所的作用。
那所以呢，在这边想心所呢，加上自利的意思呢，就是如同我们前面在讲述受心所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想心所呢，它具备这样去区别的能力呢，那因为它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其他和它相应的这一些其他的心所以及和它相应的心王呢，都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不过这个能力呢，是透由想心所而升起的，所以他们是他力，只有想心所呢是能够自利呢去区别的缘故，所以要加上自利的原因。接下来思心所，思心所的作用是什么呢？思心所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和它能够让相应的这些心呢，相应的心王或是心所呢，能够去入于境，或者说我们说动转境，说动转境意思就是它能够去入于境的这个作用呢，是属于思心所的作用。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举一个譬喻来说呢，就像是磁铁呢，它对于说金属呢，它能够去驱动这些金属，就是有所动转，它能够让是跟着移动等等呢，它有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同样呢，思心所呢，它就如同磁铁一样呢，它能够让心，就是和它相应的心网以及其他的心所呢，能够去入于境或是转动境的这种能力呢，是属于思心所的作用。那这个譬喻呢，是无着菩萨呢，他在论点里面有讲到的。刚讲述到说，这个譬喻呢，是从无着菩萨里面的集学论里面呢有讲述到。那我们前面在讲述到，就是受心所以及想心所的心类的还有想心所的分类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说它的分类呢，就是有包括就是像是根知呢相应五根知的这种受心所或是想心所，以及相应意知的想心所、受心所以及想心所，就是虽然说也可以这样去分类，但是我们一般分类的时候呢，并不会特别去做这种相应于五根知的受心所、想心所，以及相应于意知的想心所、受心所、想心所，所以有这样6种分类，并不会特别去做这样子的分类。但是呢，在做思心所在做分类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相应于5种根知的思心所，以及相应于意知的思心所呢，分为这6种，就是相应于眼知、耳知、鼻知、舌知、身知呢，相应于这5根知的思心所，以及相应于意知的思心所呢，会做这6种的分类。我们前面呢在讲述到想心所的时候呢，那想心所呢，它也可以分为，就是可以把它分为2种。那一种呢，就是属于呢，就是相应于根知的想心所，以及相应于意知的想心所。那相应于根知想心所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的眼知呢，看到红色，还有看到蓝色，或是看到白色的时候呢，自然能够区分出红色、蓝色、白色呢，它是不同的。这是眼知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作用，它可以看得出来这3种是不同的颜色。那透由这样眼知它去区分出红、白、蓝不同之后呢，那接下来这个它会引申一个意知嘛？那这个意知呢，跟这个意知相应的想心所呢，它就会升起这个是蓝色，这个是黄色，这个是白色，就是根知它没有办法升起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颜色，但是之后的意知呢是可以升起之后这是蓝色，这是白色。但是呢，我们根知在看到白色跟蓝色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能够区分出这2者是不同的，所以就可以分为就是根知呢相应的想心所，以及意知呢相应的想心所2种。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作意。那作意的作用呢，就是让它相应的心王呢，或是心所呢，对于个别的境呢，能够去入在这个个别的境之上。比如说呢，对于说很多东西呢，它就只想呢去入于像是蓝色，或是去入于黄色，就是去入于个别境之上呢。那这个作用呢，能够自力产生这个作用的是属于作意心所的作用。所以这边呢，就讲述到说，作意心所它对于是个别的境，它并不是对于总的境，它对于一个个别的境呢，能够去入于，或者说专注于这个境上面。但讲专注又跟禅定会有点搞混，就是能够让心呢，就是应该说去向于个别的境之上的，那这个是作意心所的作用。那最后面呢是触心所。那触心所呢，在讲述到什么是触心所呢？触心所就讲述到说，当境跟识3者合之后呢，我们所谓的境呢，就比如说
我们以色来说的话呢，那色法呢就是镜，那能够看到色法的呢，就唯有就是透由色根嘛，所以根呢就是只要说色根，那看是属于眼根的作用嘛，所以镜根视，那透由眼根所产生的这个眼视，就是镜呢色法，那根呢眼根，还有视呢就是眼视，三者合之后呢，然后它能够去受用苦受、乐受、舍受的这个作用呢，是属于触心所的作用。那我们在讲述到触心所的时候呢，讲到说就是镜跟视三者合呢，然后去受用苦乐舍受的这个作用呢，是属于触心所。那在讲述到说镜跟视三者合呢，并不是说三者是同时升起的，而是说就是我们的眼睛呢要看到色的时候呢，它是要具备3个条件的，就是你第一个呢就是色法镜本身它要存在，那有了镜之后呢，因为你要依靠的色根才能够升起这个眼视嘛，我们知道说色呢它是直射眼之的因嘛，所以呢要有这个色，然后呢你要透由眼根呢才能够升起这个眼视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呢，就是三者缺一的话呢都没有办法升起眼视，所以才说呢这是三者合，并不是说三者合，只说三者呢是同时升起，并不是这样去了解的。所以就讲到说镜跟视三者合后呢，受用苦乐的这个作用呢是属于触心所的作用。接下来就讲到说遍随心王行，因为就是所有的心王呢，就是一定会有这5种心所呢，它遍随于心王的缘故呢，所以叫做五遍行。它的名字呢是这样去安立的。那为什么说一定要具备五遍行呢？因为呢，我们讲到说，如果一个了知呢，它缺少就是五遍行任何一个的话呢，那这个了知它是无法呢，就是圆满去入于境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呢，为什么不具备五遍行的话呢？那这个心王呢，它就无法完全去入于境了，它就无法圆满去入于境了。第一个呢，如果没有受的时候呢，没有受的话，这个了知呢，它就无法去感受所谓的乐受和是苦受。所以呢，就是你要完整的去感受这个境的时候，完整去入这个境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受心所，你才能够去感受苦乐。那想心所呢？想心所就是能够区分于境，就我们刚刚讲的呢，它是能够去区分于这个境的，做一个区分。你无法区分境的话呢，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呢去入于境。那第三个呢，思心所呢，就是思心所就讲说，它能够让这个心王呢，就是动转，对于这个境动转，就是能够去入于境，或者说它能够去圆这个境的这个作用。所以你没有这个思心所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了知，它就无法呢去圆这个外境。所以呢，前面呢受想思呢，它是一定呢都要存在的原因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呢就讲到作意，那我们刚刚讲到作意呢，就是它能够去入于就是个别的这个境，它能够去入个别境的这种作用呢，是属于作意心所的作用。那触心所呢，就我们讲到就是境跟视三者合，所以没有触心所的话呢，我们就无法和这个境呢就是有所相遇。所以就讲说，为什么这五遍行心所它一定会跟随在心王的周边呢？因为如果心王的周边不具备这5种相应的心所，这个心王它没有这5种相应心所的话呢，它就无法圆满的呢去入于境。那这里呢就问到说，就是五遍行呢，它是否有一个前后的次第？那当然是没有，因为是遍行的缘故，所以它一定都是同时升起。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缺了一个，就不能叫做遍行，它就没有遍了，它就没有周遍。所以五遍行它一定是伴随着心王，一定都是同时的出生。因为如果说他们要是有一个升起的前后次第，或是彼此有因果关系的时候呢，那就比方说，那会有一种就是可能五遍行都升起了，但是心王还没有升起的状况，或者说呢，有了受心所呢，那还没有其他的想心所跟思心所，那有这种状况，就像刚讲的，他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入于境。因为我们讲说一个心王呢，一个心呢，它要完整去入于境的时候呢，就是它第一个它要能够感受到苦乐，它要透由境呢感受苦乐，而且它能够区分于境，然后呢，它要能够去入于境，沿着这个境，然后呢，它也要能够对于境呢能够个别的去做区入，以及最后面呢，它一定要和境有所相会，有所相遇。
所以呢，这5个呢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你只要缺少一个呢，这个心它就无法完整的去入于境，或是圆满的去入于境，所以一定是同时升起的。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些就是心类学或者说心所的这些作用？因为呢，当我们在认知呢，就是我们心绪里面升起这个是瓶子，这个是柱子的时候呢，其实是想心所的作用，就是有在想。但是我们会虽然说我们会升起这是瓶子，这是柱子，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是想心所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呢，我们在想什么，或是我们的了知呢显现什么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作用而产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些心所它个别的这个定义的缘故。还有思与作意的定义相似，那这两者的差别，还有说五片形在无色界以下都会存在。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五片形是否在无色界以下都会存在？五片形它是骗一切的，不管是你是欲界心、色界心还是无界心，你只要是心呢，有心王的话呢，一定都会具备五片形心所。下一个问题呢，问到说思和作意呢，就是很像，那两者有什么差别？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呢，思心所呢，它就是能够动转静，就是讲说这个思心所呢，它作用就是一直在动，就是陆行论里面有讲到说，我们的心呢，其实就像风向一样，就是一直跳动，一直跳动，停不下来，或者说就像是蛇的尾巴一样，蛇的尾巴会一直动来动去，就是我们的心呢就会这样一直动，因为心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子一直动的时候呢，它是无法去入于静的，所以就讲说心呢有所动转的，就是能够动转静，这个呢是属于思心所的作用。那作意心所的作用呢，就是它是对于个别的静。它是去入于个别的境，就想说我们一个木头呢，然后你上面呢把一个东西放在上面一样的，这个就是属于作意心所的作用。就是说，为什么会区分这5种心所？最主要就是从作用上面呢去做不同，作用上的不同。那我们举一个譬喻来说呢，就是当我们要写字的时候呢，就是要用笔来写字嘛，就是透有笔呢，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字写出来。无论说我们是要写 b p m f 或写 ABCD 也好，无论说你要写什么字呢，都是透有这个笔呢去写出来。但是这支笔如果是钢笔的话呢，那我们要把这个就是它的粗细呢，就是每一个文字的粗细，或者说它相状，想把字写得很漂亮的时候呢，那你对于说笔的右侧或是左侧呢，要施力的点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乃至于说是透由，虽然说字呢是由笔写出来的，但是你要把这个笔写出来呢，跟笔尖呢，无论说笔的尖端也好，或是右侧也好，还有左侧也好呢，它都会影响到说我们字写出来的好坏。那乃至于说呢，墨水呢也会影响。所以呢，要写出来呢，算是笔的作用，但是呢，无论是笔呢，它的笔尖也好，或者说它的左侧、右侧，或是墨水呢，都有它每一个各自不同的作用，就如同这个样子。那这么就比喻说，就是像我们用毛笔在写字的时候，那更是有差别嘛。就是你的一笔一捺，然后呢，你的每一个字呢，虽然说都是这支毛笔写出来的，但它取决于说你在写字的时候呢，虽然说这笔头是同一个笔头，但是你什么时候要用大力，什么时候要把笔尖收起来，什么时候要用点，什么时候要用捺的，就是它每一个步骤都是不一样的，它的作用其实是不同的。所以就像我们在用毛笔写字的时候呢，虽然说这字呢都是这同支笔所写出来的，但是呢，这个毛笔的这个笔端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左边的毛呢，它影响到我们字写出来左边的这个痕迹，那右边的这个毛呢，它影响到右边这个痕迹。如果说中间呢，它就是会产生中间的这个字迹。那如果说左边的毛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字写下来呢，它的左边这一边呢就会稍微的有空缺嘛。那如果右边的毛没那么多的时候呢，写出来的字呢，它的右边呢就会少一点。那中间没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它中间会空空的嘛，没有墨水跑出来。所以就如同说我们在写毛笔的时候呢，就是虽然说它这个笔头呢就是一撮的毛，但是呢你在写的时候呢，它还是有它每一个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所以就如同于此呢，就是
我们心在去入一境的时候呢，它就是透由这五个片形心所呢，各自不同的作用呢，然后才能够将这个境呢完整的去领纳到，圆满的去领纳这个境。就是现在所讲这个譬喻呢，就是我刚好想到呢，就是做一个譬喻。那如果说我们再更仔细思维的话呢，说不定将来可以就是引用更好的譬喻来做解释。